白沙屯妈祖进香第6天哦，銮桥早起对婚林土库起驾，中昼銮桥进入北港朝天宫。庙方是表示讲，今仔应该有超过50万的信众，规个北港人是叉。下晡饭店过进行挂花仪式，说来白沙屯妈祖就要回宫咯。 经过6天用行行程，白沙屯妈祖的銮桥伫23中昼总算到婚林北港朝天宫。伫信众的话声中，妈祖銮桥伫庙埕三进三提，随即冲至朝天宫现场气氛，伫这个时阵达到上高点。 庙埕客满信众虔诚向妈祖祈福，也宣告白沙屯妈祖进香行程已经完成一半。透过空中翕的画面来看，銮桥到的所在拢是满满信众甲香灯卡。晚中到朝天宫4块肥客家期，庙方估计人潮大约50万，创历年上济。今仔日入庙你也去下晡赶入来拜，今仔应该会超过50万。 妈祖无做无用的吼，爱家己顾家己吼。今仔天气较热吼，会去啉寡水哦。随妈祖来到婚林北港的信众甲香灯卡，也为当地带来商机。4块的店家虽然无用试，也毋过煞一直讲这是妈祖带来的福气。今年是不是人比旧年较济？对啊，人潮就是商潮。对，有欢喜无？有啊。白沙屯妈祖进香23透早为婚林土库起驾，进入北港市区了后，缀伫后壁人更加是长几啊公里。庙方表示，23暗举行进会仪式了后，伫24度的启程返回庙里，估计32点钟爱行200多公里，会当讲是一大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